嘛是惊惊无代志，3更暝半校校警报器响响呼呼弹，附近的百姓困困的惊精神。台中市太平区这间国中消防器设立11个半暝响响伫咧弹，附近一寡民众吵一精神，掠准讲敢会是火烧厝。经过确定是设备歹去，因为校校无24点钟的警话，警察联络校校了后，警报器已经伫咧半点钟后关掉。 在日下半暝台中市太平区有袂少的民众困到一半，都互这个奇怪的声吵起来。那1点50到2点20分左右吧。最吵了，厝里我要听。有点困啊，拜来双臂一刚。被吵到睡眠不好的，应该会吧？原来是徛街边国中内底警报器，伫咧半暝响响亮起来，就是惊有火灾，民众随着来报警察。伊是静啊，静的时候哦，好个去校四边，这大巷啊，这大个人过来这看的。 警消人员随着来现场，爬围墙啊入去校校内底，确认是毋是有火灾，赶紧通报校校的人来将警报器关掉。一方面查看有无火警，一方面通知校方人员到场解释。好佳在伫咧警察的协助，联络着校校的人，才顺利将这个警报器关掉。有民众将这个情形铺起咧面册，住伫咧附近的民众拢表示有听到真正是真彩，而且听过几落摆啊。阁有网友讲，听起来亲像是有人伫叫的声，听甲起鸡母皮。 侦测到水汽，所以那个警报响起，造成居民的困扰，我们深感抱歉。校校强调，因为经费有限，才会无24点钟来派警卫啊，但是有安排人定时排班来伫巡逻。目前消防工程人员嘛已经完成检查，而且有来加装这个远端监视控制的系统，避免搁再一摆来惊了着厝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